前辈者甲咱同学去鼓励吼，较疼，甲咱教导，那么咱同学用这个体现出来，拢修养蛮多，就是爱去。所以，若修养蛮多，会晓徛伊强劲，吼，好好举起安尼，爱晓理解，会徛，这个家庭一定进步好，一定进步好，所以讲所以咱咧，若讲有研究易经的人，拢会知影，吼，在14卦当中。14卦内面有63卦呢，拢是凶中带有吉，吉中带有凶，吉中带有凶。那么凶就是有好，凶啊，这个就是不好。对，唯独有一卦，就是乾卦。乾卦呢，敢若有吉，无凶，有福，无祸，为虾米呢？其实内面甲伊讲，谦亨君子有忠。谦亨君子有忠。这就是甲咱讲，一个君主呢，以谦和的这个态度来做代志，那么这个代志所做起来，一定会安尼顺顺利利的，足顺利。所以讲，你若讲，你讲该控股主代，还是讲要来做什么代志呢？可能无遐顺。所以。